什么民间用螺丝和钉子修铁锤，木工最忌讳这样干，木头太松，一点都不牢固。但是很多的人不懂，只要铁锤一松动，这个一掉头，他就用钉子、用螺丝直接给它固定紧，结果呢，用了不到几下又松了。所以你看木工师傅他们都是怎么固定的，他们的方法真的是特别的先进，不用任何的辅助材料，只要把这个坏掉的手柄给它取掉，然后他要把锤子反过来，也就是把铁锤反着装，看了吗？这样装好以后直接砸进去，然后再放在台前上，从另一头往下砸，这样因为手柄的末端越来越粗，所以你看越砸它越卡得紧，最后实在砸不动了，把多余的这个木柄给它锯掉，这样它永远都不会松动。